心房都市乐洋洋，敬神敬祖敬八公，大家同饮团圆酒，忧劳守岁满堂红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一起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过年啊，外口愈热热哦，愈感觉这是冷冷清清。学三囝实在真有心，逐工来考考因阿母，总算甲因阿母带转去过年。唉，即马才剩我一个人，我的囝。我的翁婿，我的新妇，即马伫创啥？因敢搁伫找我？应该是袂啦。过年啊，外口拢做热闹的，敢若我一个人，无亲情，无朋友，无老爸。嘛无老母，这中，真应该甲因某学好啊。因安，因一家伙应该是做老人的，做快乐的。一年365天，拄啊今仔日上好康，啊拄啊今仔日吼过年暝，啊咱大家吼会当谈只安做伙团圆啉团圆酒吼，满年蛇年就好运来啊！啊吼，啥物代志、烦恼代志拢甲放互袂去，啊满年吼淑珍就会倒转来啊！啊咱自然吼会当伫美国摕博士倒转来做状元，安尼吼满年好运就会旺旺旺发大财！哈哈哈！啊好啊，讲了真好。今仔日是过年，大家拢着要欢欢喜喜吼迎接新年，将遐不如意的代志放喺边仔去，有听？哎，等，阿母，哎，我敬你，来，我敬你，啊，阿母，爱先啉茶，无好，咱少年人要读书咧。好，来，跟住，两声时大，来，酒旁开，来，做伙来，围炉啉烧酒，啉团圆酒，啊，来，口一，哎。好，满年大单钱。啊，这当顶的哦，来，食饭，来食饭啦！啊，哟，
今日为咯吼，过年吼，咱爱讲好话，讲斗句，安尼明年就会安尼讲啊，吼，来安尼讲斗句，我好啊，你是大，你是讲。你要甲我考试哦？哦，你从我讲，我会记你以前拢捌甲讲，过逐年你嘛讲。来，阿伟先讲，好啦，好，今年咱生活的吼不离钱财啦。好，我来讲一句，钱财源源进入来，大大细细笑嗨嗨。哈，就来，赞，到不赞了，啊，继续，由你讲。我祝大家事事拢顺利，啊，身体健康，食饱味。食饱味，好，哎，这张啊，着你，你主持上饱，上有学问，着你讲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注意，安马当主，赞，美国，着你讲。我希望咱这个大岁会当平安快乐，大家拢亲像今仔日同款。拢在过年，哈，大家嘛过年嘛，好，真好。阿妹，着你讲，你我查某囝你。阿爸，我也无读啥物册啊，我会晓讲话拢讲去啊，小我想着你先讲啦吼。阿爸先讲吼，你也想好较早来话你讲哦。好，阿爸先讲，阿爸。较早哦，我阿公哦，定咧教我阿公各种侪，我斗句上好讲，我即摆讲一个斗句。今仔日算过年的嘛吼，斗句我讲四句联咯，四句联来，叫做金黄都色乐融融，嘿嘿，敬神敬祖敬八公，吼，大家同饮欢宴酒，围炉守岁万东红。讲这句哦，你阿公常常在讲。上早哟，我阿公偌强嘞。对，我常常在讲。阿姨，我来这食饭，好，食饭来。来，我敬。来，咱兄弟老久无啉啊，收，讲啊，你拄只迄杯拢无啉，来。这张，点开杯啊，点开，点开去。来。2年啊，这个所在也是无变。今仔日毋是爱围炉，哪会拢无人伫的？伊莫是走去倒？对啦。多谢。
今仔日是过年，家家户户拢会团圆，敢若我是一个人。我嘛是啊。阿母，你甲我无共款，你有翁，你有囝，阁有新妇。我实在想无，你哪袂转去？今日是过年，你应该转去的。我转去创啥？我若转去吼，只是互因搁较麻烦尔啦。麻烦啥物？总经理，这敢若甲你无啥物关系哦？其实我嘛知影，只要有你伫的，就有麻烦。你这话啥物意思？你敢知影我想要请市长，因为阿母是苦小弟。你敢知影我想要迫害市长和美馆的感情，是你的关系。你敢知影我想要和你关心单家的代志？那是因为我。你是啥物人啊？我有啥物所在敌视你？我叫黄爱珍，就是黄在元一世人爱着苦小弟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可了苦。我叫黄爱珍，就是黄在元一世人爱着苦小弟。蔡元，你是伊的啥？我是伊个查某囝。查某囝？你啥物时阵有查某囝？你阿母是啥物人？我阿母是啥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我阿母是你害死。我害死。我转来台湾就是要找你报仇。报仇？来，姨妈吼，甲恁红包甲恁缀呢，来，美官啊，这个互你。多谢姨妈。市长，这个互你。多谢姨妈。姨妈祝恁两个吼，早生贵子，较紧抱一个红叶仔出来。哟！来，建昌啊，这个阿姨甲你缀呢。哇，你同款是我的四岁嘛。阿姨吼，祝你身体健康，食饱哩。拄则你甲阿姨祝福这句话，我阁献你。来，阿妹啊，这个甲你缀呢。阿嬷祝你吼，较早找到对象，较早结婚的吼。多谢阿嬷。阿官，哎呦，你手阁撑遮长哦！我也是恁阿母咧，过年你都无甲我缀年啊，怎么要伸手甲我摕红包？好嘞，我甲你缀呢哦。当然好嘞，咯。政府规定哦。阿官，我早就传你了，来，哦，身体快，万事如意，多谢身体健康。多谢。哎呦，那会遮薄？袂歹啦，是讲生意就好啦。今年司机歹，较无。生意就好啦。安尼啦，我扣一张起，剩的吼，算我甲你缀年吼。我加这呢，完了有人我。我是讲卖咱这个就交出来存这张。哎呦，你煞唔知，这吼，互你去小钱加大钱啦。安尼嘛好你啊。阿妹，这哦阿爸互你缀呢。那只宝，啊，这个报啦。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我喝啉酒。来，爸，唔好啉伤济。来。将你老母的手放开！我叫你将你老母的手放开，有听无？放开！你知影你的亲生老母是安怎要走动你甲美馆来哦？因为你甲美馆是江北国母的兄妹，安尼你了解无？
是讲掂个安尼，行到东土西歪啦，行较好势咧啦。你有啊，我吃个烧酒，啉了上一年哦，姨妈，哎呦，你当时回来啦！哎呦，真的啊，对吧？阿伯，我走，你安尼要转来，你唔着敲电话，啥要转来后边，唔知会知影无安尼这人啊，我稍微给你介绍啦。伊吼就是恁阿伯客查某囝，叫做阿梅啊啦。系啦，阿妹，阿伯去查某囝啦。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一定讲吼，我跟你阿母生做足共款对无？来，有啥代志你来，你再讲，问下关，我说是，这个，我这个。有人在讲，转。你坐好，姨妈来看一下。来这里，哇，这个满面春风啊！转。姨妈问你一下，啊，你这2年啊过了啥款？好，赞哦。哎呦，志仁呐，啊，你若目睭了，伊金看啦，我都甲你讲过，伊唔是恁老母啦，伊是阿妹啊啦。嘿啦，伊是阿伯的客查某囝。啥？你看，有水，是哦。阿贵啦，阿伯客查某囝。唔都甲姨妈讲过啦喏，好无？姨妈，我调过了真好啦，而且我嘛摕到学位啊。啊，摕到学位啊！啊，你足好。我真正就甲你讲，咱志仁哦，无咧老贵的朴素，你敢有？朴素呢？阿伯，不是朴素啦，是色素啦。色素哦，色素同朴素唔是同款，唔是有同款路数。群众像基本嘛都有数就好啊，有数就好。讲志仁啊，你这囡仔就是安尼，你要转来唔着，敲电话甲阿伯讲者，阿伯吼通啊请迄乌头啊车较大台，请10外台啊，办到歌戏，请哒滴，哦，规个庄头的人拢知影讲，咱就出一个色素，偌听呀，偌赞的，什么？阿伯，多谢你啦，我知你上跳嘛，是讲恁拄则是去倒位啦，我来当开保单无啦。哎呀，你国外住了久，煞袂记讲今仔日是过年是无？啊，阮拄则都去等甲围炉啊。嘿啦，等甲围炉。哦，偌闹热嘞！阮安尼烧酒啉偌多咧，你看阿伯，我讲唔对伊。我找恁阿伯，好烧酒啉啊，才有做，偌赞嘞！我有红包啊，哎呀，好啊，嘿啊，好啊，莫我踮咧提啊啦，紧拍电话互建昌，来讲吼，志仁已经转来，欢喜一个啦，紧嘞！嘿哟，我欢喜一个，煞叫袂记你啦，我袂记你敲电话。阿伯，好了。唔免啦，好了，姨妈，今日是过年，我想要留踮遮，咱一家伙好好团圆。你当然嘛是过伙啊，无有建昌，还有美观，对不对？咱一家啊团圆，无咱几去，咱即摆过来大下厝，行，唔免咱大下厝，真是免啦。咱免。志仁甲美观，你要结婚，敢唔是？好，我袂想去搅扰伊。安尼哦，无，好啦，暂住的过年，来，再坐，我来传烧酒，好，传烧酒，等下饮一个，啉好爽。我来煮菜。好，给，我来，你坐一下吼，你坐一下。我是有钱子，哦，大官。我来倒三工。你谁这样讲？第1名戏出大亚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1到拜5中昼12点，大亚厝赞。呀哩哟，有一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你的大父是？阿母即摆毋知人伫咧倒位，今仔日是过年，逐个人拢咧团圆，万知伊食饱未？我有听人来讲过年阿妈，咱做事细啊，拢莫困，着当替时大添好受。啊无，伊若咱拢莫困，安尼着当替姨妈
阿伯还阁阿爸听好烧好无？当然还阁阿母啊。既然你认定讲婚姻是我害死，我嘛无话通讲。为着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，你想要安怎随在你啦。也毋过我希望你莫阁为难志忠甲美娟啊，因是无辜的。当初是我确实有想要破坏美娟和志忠的感情，互恁大家家欠不离，互你苦小丁无依无我。毋过即马我已经袂安尼想啊。是安怎？因为我发觉，只要有你伫的，大家就会加欠不离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。